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暗威讲故事，我是梦圆，我是卓安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家的客家腌萝卜。我家的客家腌萝卜是2018年由云林县政府委托云林故事人协会执行社区绘本创作培训、推广及出版计划中所出版的绘本，由9岁的兆安客家小女孩所创作，记录兆安客家腌萝卜的传统文化。兆安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云林，兆安客家腌萝卜在传统客家料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一位9岁的小女孩以充满童趣的观点写下她与阿嬷一起腌萝卜的故事。沉睡1年的腌萝卜开瓮时香气扑鼻，阿嬷说这是时间的味道。接下来请卓安念故事给大家听。这是我阿婆，当年阿母家的菜头都是以盐苗。今晡日我位老阿婆穷下來學用板做鹹菜脯，要用梅花品種嘅蘿蔔咧這做得咯。要留蘿蔔咧白散夫，留佢細身，還要用鹽麼？我書方要上好，嘅鹽麼？幫我書很痛哦。天光日準備了一隻太隻嘅紅誒，我放落一層嘅蘿蔔咧，一層嘅鹽，一層嘅調劑，將做得變成蘿蔔嘅雞卵糕。啲木鹽下點熟熟，點清嘅水末，噓，蘿蔔咧。我水木水1年才會好食咯。老翁嘅打開來，很香哦。阿婆講啊，也就是時間嘅味道。做好嘅蘿蔔乾做得煮，苦瓜湯，也是滷控肉、炒韭菜、煎卵。都做得好食，太好食嘞！國家1碗飯店，萬年嘅飯店，整個鄉下來做蘿蔔乾。故事就講到呀。謝謝卓安的分享。接下來一起來看繪本中的客語詞彙吧。第1個，蘿蔔，菜頭。第2個，祖母，阿婆。第3個，大瓮，大瓮。第4個，蛋糕，雞卵糕。第5個，滷肉，滷控肉。第6個，冬天，寒天。整個較複習一道。菜頭意思係蘿蔔，阿婆意思係祖母，大瓮意思係大瓮，雞卵糕意思係蛋糕，滷控肉意思係滷肉，寒天意思係冬天。今晡日嘅分享就到這邊，下擺個分享大家繼續收聽。暗威講故事，大家再來了。